阿耶注定身边，虽然伫世界若存伫天，做上帝好所满心欢喜，叫做永保会随我前去，我爱保佑明日路，为我做。
我举头看山，我的网站对叨位来？我的网站对上主来。伊是创造天地的主，伊会保守你的性命。你出你入，上主会保护你，对即时直到永远。请起立，做伙来吟诵诗第538首。我心大欢喜，主踮身边。由阮徛咧三甲用新的界面来告别咱的信仰。你着尽心、尽性、尽意仰主你的上帝。这个界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后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界是全律法甲圣旨的总根。我用新的界面互你，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也着安尼三听，恁也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请坐。做伙来交托启应文，启应文第59篇，也就是罗马书第10章。我来启，请兄弟做伙来引。你若用嘴宣认耶稣是主，因为人心信就得到称义。圣经有安尼记载：
犹太人甲外邦人拢无差别。伊会丰丰富富赐福予所有求叫伊的人。毋过，因拢无信伊，哪会求叫伊？拢无人传，哪会听到？照圣经所记载，传播福音的人，因的脚只偌尔水。以赛亚讲：“主啊，什么人信阮所传的信息？”不过，我要问，因兼真正拢捌听到？圣经安尼记载，因的声音传遍全地。同心来祈祷，听阮的天父上帝，感谢你得成肉体来出世，为着拯救罪人，背重担，牺牲受苦，伫十字架顶完成国我的救赎。因为你的疼比性命较宝贵，我要学了你的命。主啊，求你收束阮有亲像泉水遐尼清气的心，有亲像关山遐尼坚固的信仰。当阮为真理奋斗的时，求你互阮会亲像冰狮遐尼勇敢；为公义受苦的时，会亲像羊羔遐尼温柔；为着和平背十字架的时，会亲像你安尼流出血汗，点点无出声。爸上帝啊，教使阮学习谦卑，通来高举你的名，互阮有自信，通来显明你的完全，赐互阮有疼心，通来传达你疼惜阮的慈悲。也借着阮的嘴来称颂你奇妙佮伟大的救恩。主啊，伫这个混乱的世间中，求你帮助阮，加做你和平的器具。伫有怨恨的所在，也仁爱的种子；伫有分裂的所在，也合一的种子；伫有错误的所在，也真理的种子；伫有伤害的所在，也赦免的种子；伫有妖异的所在，也信心的种子；伫有失望的所在，也盼望的种子；伫有黑暗的所在，也光明的种子；伫有忧伤的所在，也喜乐的种子。至圣的主啊，帮助阮，较毋是追求受安慰，是去安慰人；较毋是追求受了解，是去了解人；较毋是追求受人疼，是去疼别人。因为对互人，阮要得到；对赦免人，阮要得赦免。伫丧失性命的时，阮要得到活到永远。愿一切荣光归伫你，平安归伫一切顺服你的人。愿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主天，
班要用全能主宰天父上帝来颂赞。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话语，记载伫马太福音20章第1节到16节。天国亲像一个园主，透早出去请工人来伊的葡萄园做工。伊甲工人约定，一日一个群，就找因去葡萄园做工。早起时9点左右，伊搁出去。看到有一寡人伫市场口咧徛，无代志做，就对因讲：“恁嘛去葡萄园做工，我会互恁公道的工钱。”因就去。中昼12点到下晡3点左右，伊搁出去，嘛安尼做。下晡5点，伊搁出去。看到有一寡人徛伫遐，就对因讲：“恁乃规日徛伫遮无代志做。”因甲伊讲：“因为无人请我。”主人甲因讲：“恁嘛去葡萄园做工。”黄昏的时，园主甲伊的管家讲：“你去叫工人来发工钱互因。”对落尾来的先发，然后才发，互大先来的。迄个下晡5点才来的，逐个人领着一个群，
但生来做工的人想讲，家己会领较侪，毋过逐个人嘛只有领一个云。因领了，对主人卖完，讲，即个做后来的人，只有做一点钟尔。阮互日头晒规日，劳苦工作，你竟然互因甲阮领平做。主人因其中一个人讲：“朋友，我对你毋是无公道，你竟毋是甲我约定一日一个银，摕你的工钱转去，我要互上落尾来的甲你领平做。我用家己的米做我爱做的，减袂用的。我慷慨，你咧目苦赤是无？安尼上落尾的会做第一个会做上落尾。今仔日，王武聪牧师要甲咱分享的信息是非常无公平，为这感恩。大家平安。我真欢喜会当来到咱东门教会，而且甲咱三个敬拜，也来分享上帝的话。拄则师会伫顶了所读这段经章，你读了第一个感受安那？你听到第一个感受安那？非常无公平哦！太有这个代志，佮知你敢知这谁讲的？这谁讲的？耶稣讲的呢？你有讲伊无？耶稣来讲这个譬如，好，来祈祷，天父啊，感谢你赏赐平安好日。阮来敬拜你，阮也脚步爱要伫遮甲国外主三度。阮即个是恳求真理的圣神，踮伫阮的心内，引带阮明白真理，互你的罗卜会当将你的道开拓，讲清楚，互阮会当听了就明白。主啊，求你对阮讲话。祈祷靠耶稣的名，阿门。今日咱要对耶稣所讲这个譬如来了解，基督教信仰上重要、上宝贵的一个真理。圣经一再教导咱。凡事感谢，因为这是上帝伫基督耶稣内面恩典所定定的旨意。这个是感恩月，连比咱就要过感恩节，是我相信有一教会伫这个拢会讲起感恩的信息，互咱来向上帝献上感恩，也备办好对感恩节要来进入伫圣诞节。迎接耶稣基督的降生。当咱拄则所读这段的经文，耶稣亲自讲的一个譬如，而且伊这是咧讲天国的福音。拄则咱对表面来看这段经文，咱拢马上会当感受到太真的无公平。这个事若发生伫咱今日台湾的社会，这间公司、这间工厂，敢抑个会当生存？是，伊可能无法度生存。不过伫咱的社会内面，咱却是随时会面对着真侪不公不义。互咱内心感觉真不平的代志，咱要怎样伫这种
心怀不平的中间来感恩。因为先讲凡事感谢，这个凡事是包括唔好的事呢，无公平的事呢，互你愤慨的事呢。耶稣讲这个譬如实在是互人有够困惑。透早就日仆人园工作，规工的人，到9点钟入去，12点钟去。伊讲透早就入去，真免可能是透早6点就入去仆人园啊，所以后来佫有9点入去，12点入去，下晡3点入去，5点入去工作的人。下班的时，主人叫工人组织外。拢分互因相款的工资，工作规工的人即时抗议主人无公平。请问这个人抗议有合理也无合理？来，恁回答有合理无合理？当然足合理的嘛。毋过咧，想袂到讲主人安怎回答？我的物件敢袂当照我的意思家己用？你看我做好人，你就目眶赤是无？你听到这话，你会吐血未？你会屁血未？是真正是不可思议，真正是一点仔公平正义都无。不过问题来啊，问题来，这个譬如。讲这譬如的主人是啥人？是耶稣本人，而且耶稣讲这个譬如是咧讲基督教信仰内面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这是安怎讲？好，为什么会被认为不公平？其实照理来讲，无论你透早入去。9点钟入去，12点、3点、5点入去人，伫迄当时经济真困难，工作拢找无工作经营内面，不管你什么时阵入去的人，拢应该是安那，非常感恩、非常欢喜，甲对敢毋是咧？透早入去的人，伊无需要规工伫迄个就业服务站伫遐徛咧听候。人来请临时工，对无？咱有的所在，抑阁有迄个临时就业站，透早就要互请临时工迄安尼。我需要临时工，我就来迄个所在叫安尼。哇！透早就互人叫起啊！安那？即种的人安那？哇！伊规工放心吗？对无？伊暗顿有着落了。点知伊有一群嗷嗷待哺的某囝啊，所以伊惊来安心啊。搁过来，就是到9点、12点、下晡3点、5点，就到5点，迄个人就叫入去工作的时阵，哇！伊规工等无人来请，准备。要累失望累志，要倒转去，准备互某骂。你遐含慢，你遐笨蛋，人透早人就请去，你到5点也无人甲你请，准备回去挨骂。可突然间，主人来甲请去，欢喜甲袂顾你，是，咱能想象。不管透早者、5点者，理所当然，拢爱充满感谢甲对。总是问题来了，到下晡下班发工资的时阵，哇，逐个人真欢喜，因啊，起码暗顿有着落，因暗倒转去，毋免互某囝伫遐挨饿。
当然应该拢是充满感谢、充满欢喜。不过问题来了，当发工资的时阵，对5点钟就来先发。咁在5点钟才就6点下班嘛。啊，主人就发互伊一个，发互伊一个银啊。哦，迄3点来，12点来，9点来，欢喜甲袂顾哩。哦，1点钟就发一个银啊！啊，我透早6点来是安那？一声爆着啊！哦，哪有这样仁慈的主人？我会当等咧领12个银啊！我想袂到讲，当伊摕到银啊是安那？有缘共款是一个银啊，有缘共款一个银啊。是安那奈？无同工，却同受；无共款时间热爱，却领共款的工资。毋若透早就来迄个抗议，连3点、5点热爱的人，因嘛开始心内嗷念，真袂爽快啊！所以安怎抗议声群起，开始遐也卖完，遐也卖完，不公平，不公平，不公平！请问为什么？本来是应该庆幸、感谢、欢喜的时阵，瞬间变做埋怨不公平，抗议不公平。问题出伫倒位？问题出伫倒位？问题出伫倒位？出伫请工的心态。而且比较的焦点，敢若徛伫薪资的顶面。当然，做工得工价，这是理所当然。不过咧，无相款的时间热爱工作，却领同款的工钱，心内一定有真侪无公平的感受。所以咱当然讲。人比人就气死人，就是安尼嘛。比较诚侪咱生命的杀手，真侪生命中的问题，真侪咱家庭的问题，还是公司职场的问题，其实真侪拢是对伫比较甲计较的心理。路加福音15章咧讲迄个浪子的譬如，这咱拢足熟的。大囝的心态，就是出伫请工的心态。伊非常不满伊的老爸，我这么乖，服侍你一世人，是安那？你要抬一只羊啊，互我来请人去。你这个不孝子。伫外面浪流不休，开尽所有的倒转来，你竟然抬猪倒羊，请人去，心内当然真袂过袂去嘛。好，不过问题是，无公平的代志，不公不义的代志，伫咱的社会内面。随时拢在发生，但咱要怎样？咱要怎样对这无公平中间来得到讨棒？而且我要讲的就是讲。无公平、不公不义的代志，随时伫咱的身上发生，咱无法度去改变，但咱要怎样来面对，到来得到讨棒？这个譬如，我要对2个层面来甲咱分享。第一个层面就对着俗世的层面，现实社会
无公义、无公平的站面来甲咱事实。伫这个譬如中间，当工人伫遐群起抗议，围群的人要甲抗议的时阵，伊主人讲甲真清楚，伊讲我的物件，敢讲袂当照着我的意思来用嘛？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目苦赤嘛。新译本译做讲，敢讲我袂当照我家己的主意用我的钱财嘛？啊，是因为我仁慈，你就嫉妒嘛？何况主人已经先甲工人讲定，一工的工资是一个银啊，听好哦。伊有甲工人约定哦，透早一个迄个工人就甲约定，一工的工资是一个银啊，是这确实是主人的主权。主人有主权做决定，咱无得去改变。总是伫现实生活中，相反也有真济咱无有权利去决定、无法度去改变的事实，咱要怎样做？生气嘛，愤怒嘛，埋怨嘛，抗议嘛，甚至抗争嘛。这感就会当解决，无拄拄是虽然咱无度改变这个主客观的环境，不过伫一个真济无公平的环境事实内面，唯一爱改变的是啥物？咱的心态，心态一个改变，整个环境就会改变，就。咱用这个上无公平的职场工作环境的例来讲，咱换一个角度来想看卖。咱换一个角度来看，伫认为主人无合理、无公平的事件顶面，咱换一个角度来看，反正看见，伫这个社会内面，竟然要有这样啊慈悲、怜悯、仁慈、善良的主人，竟然也阁有一种慈悲、怜悯人的企业主，伊关心这困苦流离的人，伊毋是干那为着伊家己，伊就是工场都无欠工，工场都无需要工人。毋过，当伊出去街路行一日，看见还阁遐济人头油面角，无人请，伊大发慈悲，将这个人赶紧赶请这个园内。虽然伊无拄拄需要这个工人，佮为着要帮助这个工人，互因。暗顿倒转去当食饱，咱换这个角度来想，咱也来想讲，如果将来明仔载毋是我很幸运，透早就往请一个做工，我永远是等到4、5点也无人请的人，我来当拄到这种的主人、这种企业主，相反伊会安尼来恩待我。社会内面有这种的企业主，减无值得感恩嘛？第二个，咱转移一个角度来想，从迄个比较的焦点，对薪资的计较，转移到我透早就会当甲这个慈悲怜悯、充满仁慈的主人，三甲做阵伫园内工作。我毋免阁烦恼暗顿伫倒位，我毋免阁互我的某囝伫遐担忧。请问，是安尼？我早早把得自爱，
有安全感，减毋是也值得感恩的事嘛？三，咱看见咱社会有这么多失业困苦的人，若是咱的社会有这种这么人资慷慨的企业主，愿意挺身出来帮助这失业的人，减少社会问题，减少家庭问题，互这困苦的人有一个小确幸，这减是也是值得感恩的事嘛。所以对这个譬如，咱更较侪来为着咱台湾的社会祈祷，求主兴起更较侪关心劳工、关心弱势，愿意甲社会大众共同分享，也会当真慷慨来帮助人的企业主，也求主。也求主除去咱迄个比较的心态，为咱会当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会当真安心的工作，也会当得到应该得的工资来感恩。第三，咱也为着伫最失业待业中的人，因会当有一个适当的工作。而且得到基本生活的需要来祈祷，那么祝福因伫最欠缺中间，三顾好事啊，会当得到一个意外的一个锁定。是，当我读这种经文了后时，几年前，圣人就感动我，我特别坐客灵车，应该付的工资、车资了后时，我就会摕30-50块，互这个客厅的司机，特别是伫暗时啊坐客灵车的时，我就搁加几个。10块的，互因。你敢知影？我足亲眼看迄个客厅的司机，充满了着感谢，而且等我额外加互伊30块、40块，有当时50块的时阵，我就搁加一句：上帝祝福你，上帝祝福你。我要互伊知影着，是这个社会，还是有真济温暖的。啊，当我安尼做的时阵，其实我嘛是真盼望会当来建立一个，互人感受基督徒是一个会当分享疼、分享温暖互人的人。好，那我这么讲一个，这是一个社会的层面，我来看这个譬如。那其实这个譬如的重点，不是伫这个社会层面，不是一个俗世的赞处。这个譬如的重点是咧讲起，你我咱拢是不配稳定的人。这个譬如，咱必须对属灵的层面来了解。普罗园譬如的重点，伊不是咧探讨职场的伦理。毋是咧讲神主的公平正义，伊是咧讲起咧阐明上帝的主权属性甲精选，以及你我咱做一个罪人不配得到的问题。即个我毋知你有捌这个困惑无？这个互你真无度理解的问题啊无？咱的圣经，咱的信仰讲，求救主的名就得救，呼求主的名就得救，信就得救。
我毋知你捌想过即个问题。我伫传福音的中间，拄着真济人，伊安尼甲我讲牧师真好，你基督教的道理实在是真好，基督教的救恩我嘛真羡慕。你讲的我拢会当接受，毋过问题是，我若是讲求主的名就得救，我是安尼着要遮早信耶稣，我都还袂要死啊！因为我这少年啊，我最后一口气才来信主，马上阮得救，那安奈着要遐早呢？遮早信耶稣，哇，受真济无自由，真济苦爽呢。而且呢，礼拜日也袂当去拍鼓路，讲爱来做礼拜，然后来做礼拜，佫着爱奉献，奉献了先，牧师佫讲，爱来服侍，爱来探访，爱来参加祈祷会，爱去传福音，哇，一大堆爱做的代志。我自家咧无用咧，我社会还佫真济代志咧做诶，我哪有迄个时间呢？既然都求主的名就得救，安尼，足好足好，恁基督教信的时候有够好有够好，安尼我听后最后一口气，我才来信耶稣，我无有即种人无？有啊，过来，佫一个较大问题。一个罪大恶极的人，歹事做尽的人，伊嘛上管讲信就得救，罪就赦免，唔免受刑罚。你只要认罪，耶稣就赦免你，然后你就即时就天堂。天下哪有这么啊好康的代志？我唔知你还记得白小燕事件。迄个罪犯陈进兴后来伫监狱内面，咱的更生团契黄明正牧师出来信主。迄当时信主的时候，全台湾安那，安尼迄个事件新闻做啊不遮大啦。毋过咧，媒体出来反应是安那？基督教即种的基督教，即个歹事做尽的人，庆杀100摆嘛无够的人，三命信耶稣罪赦免，然后上天堂，即种的信仰不要也罢，对无？迄当时的新闻拢安尼呢。因就是讲，这罪大恶极的人，死100遍嘛无够，庆杀100摆嘛无够。伊若要得救咧，爱去爱去积功德，做好事爱去轮回毋知要甲轮回几百年才会超生。毋过伊即马啥物信耶稣罪赦免，然后就得救。大部分的人无信仰，无了解信仰，我都接受咧，我都接受咧。过来，我自细汉就信耶稣，我是第3代、第5代基督徒我敢会当因安尼来甲上帝讲？我是年资足深的而且阮是几代基督徒所以咧，将来到天顶的时候，你分一间豪宅给我呢？你唔通甲我分去什么这个豪宅呢？好，这是咱常常都有问题。我讲葡萄园的譬如。葡萄园的譬如，拄好回答我拄则所讲这3个问题。第一个，
竞选是上帝主权。约翰福音15章讲啊足清楚，毋是恁竞选我，是我竞选恁。今日咱会当蒙恩得救，亲像工人进入葡萄园，拢是出自上帝竞选。无论你是早信主、晚信主，拢是上帝竞选。敢若亲像迄个6点钟透早6点钟就真幸运入去葡萄园的人，甚至到下晡5点才一个人，是这来讲，因所以得到稳定，因所以当一个葡萄园，拢是因为主人的竞选，拢是因为主人的怜悯。所以若是安尼，咱每一个人蒙恩得救，早信主、晚信主，拢是稳定，咱无有任何通夸口的。第二，愈早信主，愈年轻愈少年信主，享受甲主同行的喜乐，一生无烦无恼。毋免烦恼讲，我将来去阴间，毋知有缀家清英无？我将来伫阴间，阮囝孙啊，毋知甲我祭拜无？啊，若无甲我祭拜，啊，我就变做孤魂野鬼。你毋免烦恼这，你也毋免烦恼讲，啊，将来毋知轮回位倒位去。是我早信主，早明白真理，我一生无罪苦楚，我有平安。安尼姊妹，这敢毋是稳定嘛？千万唔通侥幸，听到到最后一口气才要来信耶稣。偌尼济人伫即摆世代，偌尼济人连最后一口气要呼救，主啊救我都无机会，敢毋是安尼咧？第三，上帝的心意爱万人得救，毋爱一人沉沦。因着上帝主爱怜悯。就是咱年老，甚至一生误逆上帝，一生抵抗安尼反对基督，是咱一生满身的重担罪孽。不过到最后只有一口气，咱愿意信耶稣，邀请耶稣进入咱的心，咱罪就得了赦免。咱就蒙恩得救，哎，姊妹，咱中间信主的人，敢是足在意咱的士大父母也未信耶稣，咱真努力巴不得请牧师来甲阮爸爸妈妈传福音，福音会当伫目睭开开灯，进前信耶稣。啊，果然上帝听咱祈祷，伫咱的士大人目睭开开灯进前。最后一口气信耶稣，你敢有讲上帝你才无公平？你敢会安尼讲？你敢有讲上帝你才无公平？袂啊！咱反正的充满感谢，敢毋是咧？哎，就是最后一口气，上帝嘛还阁愿意互咱这个恩典啊！咱偌尼一时大信主的人，咱的心就安慰，咱就真放心，将来伊去的所在，咱毋免阁伫遐为伊操心，敢毋是安尼？哎，姊妹，讲到这，我就来讲几个5点钟接入葡萄园的人的见证问题。而且透早我入来先，就拄看到一个咱的教台叫做丽萍，丽萍，请你徛开一下。哦，对啊，丽萍的兄哥。我伫美国时，伊伫美国信主，信主了的时阵，伊的爸爸妈妈去休斯顿也信主。我安那信主，看见伊的孙啊 ，Simon 国中开始忧郁症，阿公阿妈讲啊，咱去了，这个孙啊破晓去啊。不过咧，这个孙啊，后来。得到医治，即马咧做牧师，而且伊是美国第3大间的文区的办公家具的经营商。
美国上第3大的，伊甲结束。做牧师，即马伫台北咧传福音，这是伊的孙啊。当伊的阿公阿嬷，里边的阿公阿嬷，阿嬷97岁，阿公101岁。我来台南专程甲传福音，两个老大人拢信主，拢伫咱教会做个别式。王明仁牧师的时代，我来甲因主持个别式。97岁，阿公101岁信主，安尼机会，这就是下晡5点钟入土堂的人。请问咱敢会讲安尼？上帝，你这个救恩真无公平。袂嘛，咱会欢喜甲袂顾你嘛。这个相片是，这个老大人是一贯道的堂主，3代一贯道，伊的后生新妇诚信耶稣，医生信耶稣了后，先真欢喜咧传福音。不过安那甲伊老母传就传袂来。我的牧师去因兜家传福音，去互赶出来。伊嘛无要甲你祈祷，不过到伫临终迄天，中华基督教病院发出变位通知。我迄暗，伊的后生官拍电话，牧师，我的妈妈医生发出变位通知，咱个最后还妈妈一个机会。我当去去甲伊传福音。但1点钟，伊缀我祈祷，邀请耶稣入伊的心，接受主，就最后所带伊倒转去天家。迄个早起精神有够好，送数拢摕掉。听我伫遐甲伊讲，迄个祈祷要有录音，但是我无时间放。迄个暗8点外，蒙主晕掉。还是，其实还阁有2个见证的影片，一个是我伫台中108台中市上老的市民，伊的孙新妇孙啊信主了后来一家4代同堂信主。孙啊孙新妇信主了时，就甲我讲，牧师，阮阿嬷吼，毋知影。哦，透早孝暗拢直直念佛纸啊、关公啊、妈祖啊安尼啊。念了的时吼，叫袂来，就讲请爷来、倒爷来，我要甲伊拼。拼袂赢的时，就伫遐做干交。一个108岁老人安尼，原来拢歹命来咧甲扭，歹命来咧甲掠。伊是孙新妇，本地就是有迄个乩童的性质。哇！到庙的路人发挥的时，伊就上当。毋过来信耶稣了，规个拢无。所以打电话甲我讲，牧师，阮阿嬷安尼，讲安尼足简单的，来，我来。我去的时，因为伊耳不聪目不明，所以你甲伊讲啥物道理，伊也听无。我甲伊讲，阿嬷，即摆遐个歹命来，你毋免阁化东化西啊啦吼，你毋免阁安尼叫关公叫妈祖，你即摆干那讲，耶稣听我，耶稣救我。祝我平安，安尼话，我教伊3句，伊3句嘛念袂了。到尾也干那讲，耶稣救我平安，安尼尔。自从讲耶稣救我平安的时，迄夜开始一暝好困到天光，遐歹命毋捌过来，伊也从来毋捌过叫遐有诶无诶，要洗礼，因兜4代同堂要洗礼。我是用暗时啊，祈祷诶时间洗礼。拄咧落雨，我讲阿嬷，因暗遮冷，毋通互伊来。伊坚持要来教会洗礼。即个我原来有即个影片，有即个相片，煞全无去啊，还是吼。活到112岁才蒙主晕掉。佫一个故事，台中市上大间文殊公庙的董事长86岁，我出来信耶稣。86岁要这开刀的时阵，
伊死都毋入去。伊讲即边文主讲无度甲救，医生无度甲医，所以伊爱去带交病房，伊毋肯这带。伊讲伊入去伊就出袂来啊，所以毋入。而且暗时啊，惊死惊到目睭毋敢瞌，毋敢瞌当然困袂去。伊的后生新妇信耶稣，伊的新妇看见大家安尼，讲妈妈。你看你安尼哦，我心足痛的。妈妈，我替你祈祷好无？我求我的耶稣，互你好困好。伊的新妇手就甲慷慨，直直念，还未阿门时，伊的大家全困甲孤出来。规暗因大家认为讲规暝伊即个友好新妇，规暝手甲牵掉咧，所以伊全有安全感，全困。想袂到，讲伊目睭紧起，原新妇困伫伊的床骹，困甲咧寒啦。伊全马上转念，莫非昨夜我媳妇的耶稣整夜牵我手？是毋是我新妇的耶稣昨暗规暝牵我的手？甲伊新妇讲，我来当平安出去，我要来认捌你的耶稣，就安尼来信耶稣。这故事还佫足侪，88岁的时阵，佫一遍，要坐开刀，一个要坐开刀房的时，伊一点仔惊都无，伊看见异象，看见规个山坡边、山坡草皮顶面，耶稣伫遐甲伊摆设宴席，真澎湃的宴席，每一个刀拢一笔光灯，伊毋知影啥意思，但是伊足平安入去。开刀了后，袂使食，伊也拢无感觉枵。伊甲伊新妇讲：“我看见即个异象。”伊的新妇安怎甲伊讲：“妈妈，你有够好气！你看见是诗篇23篇啦，伫对着的面前，你甲我摆设宴席，我的杯满出来，恩典甲慈悲，的确对我到一世人啦。是第一摆要这个信，病魔死亡是伊的对象嘛？伊惊甲毋敢入去。”惊到毋敢咧交病房，佮第二遍的时阵，上帝伫死亡病魔面前为伊摆设宴席，什么意思？伊会当对死亡、对病魔呛声讲：“我有耶稣啦，我无咧惊你啦。”这就是咱所信的信仰，这就是耶稣这个譬喻要甲咱讲的。拢是恩典，不管你第几代，不管你偌年老，主拢互咱恩典，伊拢随时欢迎咱热爱葡萄园，领受伊的恩典。愿咱会当。亲像摩西所讲，祈祷早早把得主的阻碍。这时阵也是新南医的纪念日，咱来看新南医一个清安报告的影片。新南医就是咧栽培上帝工人，就是传扬福音。咱对咱教会慢慢个人化，咱的社会也少子化。目前咱面对的这个问题，就是新南医要招生。学生的来源已经发生真大的困难，我想这是咱真需要为了新南祈祷的。好，来，这个先咱来看这个影片。敬虔的人进入生活每一个角落，伫家庭内面、伫工作内面、伫社区内面，展现丰富的生命力，真实来实践信仰的生命意义。伫台神，这款的态度受培养、受磨练，敬虔的操练是伫知识甲信仰的挣扎中，学习倚靠上帝恩典，继续向前。伫真理的光照下面，看见家己的软弱，因为敬虔，互知识有谦卑的根基。互宣告有温柔的力量，去承接上帝交托予咱的使命。
为学生行过痛苦甲精神的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敬虔的操练。因为敬虔不是一种表现出来宗教的热诚，也是伫破碎中会通挖靠上帝。学生伫痛苦的中间学习的，就会带着伤，会通继续勇敢来行下去，也可愿意来信靠上帝。咱所会通做的就是陪伴伊祈祷，陪伴伊哭，互伊知影伊毋是一个人，也毋是靠家己就会通来赢过。这个时刻就是信仰定根的时刻，也是训练伊会通活出一种信仰的深度。这款的态度是会通来受培养的，慢慢将敬虔内化出一款生活方式。在台神学习知识不是为了知道更多，而是一种认识体认的过程。在课堂上专心聆听老师还有不同学生的声音，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彼此了解，我们学习与人与上帝同行，学习从上帝而来的智慧。这样的知识是寻求真理的过程，在这样过程当中，我们得着信仰的力量，让生命有根有基。我们的目标不是塑造一个神学家，而是塑造一个以爱以真理行走在真道上的牧人。在我家己过去信仰成长的过程中，真侪时阵拢只有一款对圣经的解读，来者受装备了后，互我伫活塞顶面，也是伫看台别的代志顶面，会当看见无同款的解读，就袂缩掉。从小在老牧师的带领下，对于宣教有很重的负担跟热忱，所以我选择报名缅甸的短宣。我是去服侍他们，结果最后回来的时候，我发现原来我才是被服侍的那一个。宣教不只是飞去另外一个国家，它也不只是喊着传福音的口号。金钱的心和知识的力量是我们做宣教的根基。如果我们有金钱有知识，却没有用行动走出去，我们的信仰只是空谈。如果我们到处去宣教，却没有知识的装备和金钱的态度，这样子的宣教工作也将会带来不同的影响，甚至是一场灾难。宣教不一定要做跨国，但常常要有跨越心理的界限，这样子的心智，跨文化、跨种族，跨出舒适圈，走向神为我们预备的这个群体跟社群中，甚至是接纳与我们不同的人。宣教可能发生在异国他乡，也可能就在我们城市的街头、社区的长照中心或学校的校园里面。宣教它也不只是一个3分钟热度的活动跟行动，而是长久的委身。因为福音不止于口中来宣告，它要被活出，成为光，照亮在每一个被遗忘的角落。台湾新行业的使命是训练愿意委身、用信仰回应这个世代的传教者。所以，我用敬虔来培养生命，用圣经来装备知识，将神学教育甲教会事奉紧密结连，培养出备办敬虔知识、传教热情的属灵工人，然后找牵因行入这世界。各位亲爱的姊妹，阮邀请恁做伙甲阮正做建立上帝国的同伴，请恁用祈祷来支持，用奉献来参与，让更较侪生命受到培养，成做主所喜爱的工人，让神学教育成做这个世代的祝福。这是咱同心来祈祷，特别愿为着阮领袖恩典来感谢你，求你也纪念阮要做骨肉之亲，有阮的时代，兼在也有阮亲人朋友，阮的世囝因厌捌你，主啊，阮恳求你将这个恩典赏赐予因。
包括为着新医来祈祷，求上帝你也兴起更较侪有心要传福音，互使你的人来到新医受装备，也愿阮正教会真侪新医支持的困难，以及送阮侪有负担的兄弟姊妹去伫遐受造就、受装备，真侪上帝你的采用。愿安祈祷，靠耶稣的名，阿门。做伙来吟诗回应上帝甲诗，圣诗第31首，天父疼咱世间众人，请坐咧吟。为着要报答上帝恩典，请咱用感恩的心来奉献。
遐济。咱做伙来看几项咱教会的消息报告。首先，咱即礼拜的圣经学堂，咱的进度会到马太福音13章24节到58节，请大家也爱当备办心，咱做伙伫山顶做伙来读经，也邀请大家嘛会当加入会后的小组，同齐来讨论，做伙来分享。今仔日是咱台湾神学院的奉献主任下号是派王武昌牧师来咱教会请安报告，咱的老牧师去甲七星中会的中仑教会来做讲话讲台，咱搁一遍拍谱啊！多谢王牧师今仔日的服侍。然后第二项本会，咱要定伫12月初7第一堂的主日礼拜来举行洗礼甲献信礼，咱会伫今仔日开始有迄个只要真理的课程，所以若有报名要洗礼的兄弟，请咱会记靠伫咱咖啡厅迄边来参加上课。若是要报小字洗礼的咱会当报到11月30日早起，所以请咱大家会当注意这个时间再来，咱要伫12月21号要举行咱的圣诞爱餐若是咱有伫团契内底，咱就伫团契内底报名缴钱若是咱无参与伫团契内底，咱会当直接去到办公室，甲咱的用钱干事来购买咱的餐券一张是400块咱的报名的时间一直到12月初7早起会当邀请咱的亲朋好友，咱会当同齐伫遐来庆祝咱的圣诞节再来，咱要伫后礼拜要举行感恩节的礼拜上时，咱也要举行国旗顾首长的就任咱新任首长的名单伫遮也请各位新任首长会当备办心，咱伫后礼拜要来就任也请兄弟姊妹也有备办咱的心来向上帝献上咱的感恩。再来，咱要伫11月23号咱要伫下昼2点到4点要举行北克的人文讲座的迄个合唱甲信息的专题演讲，咱要邀请台湾神学院的李建一老师甲陈秀文老师伫遮来分享邀请大家会当同齐来参与若是要报名的，请咱到伫办公室遐扫 QR code 伫遐报名这场的地点会伫太平间教会地点是伫太平间教会，请咱大家注意咱会当做伙伫遐来参加。我相信建议老师咱嘛真熟悉定定来甲伫咱遮含咱做诗歌的交流甲分享望咱会当伫遐会当得到真好的造就。再来，咱本会财务部，咱要伫11月23号第二堂礼拜后要举行财务的演习，所以请咱各团契、各机构，咱明年度的首长出纳会计同工来报名参加关系到咱明年的财务怎样运作，请咱做伙伫遐来学习若会使话，请咱甲咱的迄个干事遐来报名，咱的所在会伫咖啡屋迄边来做训练所以也请明年的干部备办心来参与。好，今仔日咱有人客咱真欢迎咱台中大专学生团契、中兴中青团契伫倒位来，请起立，长青团契的朋友们，咱的林家芬牧师，伫遐家芬牧师伫遐带咱的中青的学生伫遮，欢迎你们请坐。好，以上报告。做伙来读本周金句这嘛有放伫咱周报的第12面我先来读一遍，咱一定做伙来读2遍。有人想讲主恩慈伊答应要做的事，其实伊毋是伫恩慈，是伫用温忍。无爱有人灭亡，爱逐个人拢悔改。彼得后书第3章第9节咱做伙来读。有人想讲主恩慈伊答应要做的事，其实伊毋是伫恩慈，是伫用温忍。无爱有人灭亡，爱逐个人拢悔改。彼得后书第3章第9节搁一摆。有人想讲主恩慈伊答应要做的事，其实伊毋是伫恩慈，是伫用温忍。无爱有人灭亡，
爱逐个人拢悔改。彼得后书第3章第9节，请起立来吟祝福车间的诗，圣诗第402首，恳求主你引带我脚步。吟诗煞，请牧师祝祷。主耶稣基督殿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咱正大家三合一体，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